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浩明阿明哥，欢迎收看福起来。我相信各位观众朋友这时节一定搞过通告，像米大鸡啦、陀螺啦。但是听到时代的进步，人家声音的搞通告已经同我哋以前的完全无同样诶。人家声音的搞通告，唔但好搞，还爱佢有嗰度功能。喺台湾有一群热心教育嘅先生，伊哋把通告本声音咧学习新嘅科学原理。你今日有请到嘅係 Hello Maker 而家南部嘅經理，我哋嘅 Vivi 來到我哋現場 ，Vivi。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 Hello Maker 來自屏東嘅 Vivi。Vivi， 我想請同我哋嘅觀眾朋友紹介一下，乜講到 Hello Maker， 你到底係做乜嘅東西啊？其實 Hello Maker 我們是一個團隊，那我們主要的話是在做科學教育，包括機器人，然後電子程式，還有科學這一塊。那其實因為像現在的課綱越來越多元，然後它也強調很多跨領域的結合，所以我們就統稱我們在做 Maker 教育。乜講到 Maker 教育呢？而係應該講，唔到都要講我哋嘅 Maker 係做乜做機器人啊、機器人啊、我哋嘅程式啊，嗰種唔係講我哋嘅聲音嚟用寫書法啦，好做乜嘅勞作啦、網絡上啊，讀我哋嘅英文。咁而 Maker 最主要係希望講把我哋嘅聲音咧，輕讓我去接觸講我哋嘅你愛傳達嘅嗰種精神。我覺得 Maker 它應該算是一種能力，對我來講，它是一種能力，是一種很跨領域的能力。那因為它簡單來講，就是把你想要做的東西能夠具體化做出來。那這樣的過程當中，其實它就會包含很多的元素，比如說，假設我今天要做一個摩天輪，那我必須要具備知識，那個機械的知識，然後再來的話，我的摩天輪可能要有一些美感的設計，然後我要有一些，比如說我如果希望它的功能更多，我要能夠運算程式這些東西，所以我會覺得 Maker 它其實是培養孩子一種很綜合而且很跨領域的一種能力。嗰時唔頭都有講到一件事情啊，咁我哋最重要都講，唔可以聲音咧，佢是有啲想法，但是要自己去做出來。可是要自己做，還是你會聽誰做？這個東西當然，其實如果你以教育來講的話，它不可能從小，比如說一開始接觸的時候，他就有那樣子的能力。這個過程當中，當然一定必須要你慢慢的去陪伴他。但是對我們來講，因為我們本身老師就都是很愛玩的人，所以我們因為這樣子，我們很愛玩，所以我們經歷過那樣的過程，所以在教導或者是在帶領上面，我們其實會更知道說，比如說在他剛開始接觸的時候，他可能欠缺什麼，可能欠缺知識，或者是覺得他的資料庫還不夠。那我們在初期的時候，可能就會以建立資料庫為主，然後讓他能夠具備一些能力，比如說手眼協調啊，能夠跟自己的手比較熟，我們都這樣講，跟自己的手比較熟。然後之後呢，再慢慢的帶給他一些新的想法，或者是找一些新的資源，然後給他一些新的刺激，看能不能蹦出更新的東西。可是同到唔講，其實係一啲階段嘅工作咧。譬如講，一開始會本身嘅建立一個資料庫，因為其實其他聲音咧接觸到嘅東西是過好高冇，唔錯，可能會即刻掉，但是掉唔出一啲東西出來。可是我哋會用喺隔壁輔導，用引導的方式，去慢慢的教人講，讓我去發現人家最好嘅東西，然後專門去解決人家問題。像我嗰有上門嚟講。你當初那麼想成立安尼一個組織呢？其實 Hello Maker 的成立，它很像一個日本的動畫，叫做《海賊王》。哦，海賊王。對，那Hello Maker 的總監，也就是我們主要核心靈魂人物，他叫做綠茶，我們都叫他綠茶老師。那我們一開始接觸到，一開始認識的時候，是因為綠茶在台北念書。那念書，他念研究所的時候，我們這一群人就剛好遇到認識了。那因為彼此都很愛，彼此大家都很喜歡做東西啊，玩
积木啊，或者是玩一些 make 的东西，所以大家自然而然就会聚在一起，然后想说可以玩出怎么样新的东西。然后接下来绿茶毕业之后呢，我们这群人就是很正常四散，然后就大家去找工作啊。那其实这样子就反而是我们在各个领域、不同的领域，我们累积了一些知识，或是累积了一些能力之后，然后在2013年，绿茶决定说，我要出来组一个团队，然后专门做这一块的时候，我们大家通通回来了。对，可是2013年都已经差不多5年人咧吼。是。嗰种5年人，人对读完一开始在做学生的时节，读完就教强下。吼，其实学生的米咧就好教啦，但是我教有加车，冇是冇强用啦吼，可能是应该教过有加车。然后后来绿茶，2013年接听到过来做也嘅 maker 也嘅教育嘅时节，后来就都全部过来。伊做都5年了，而且头先一开始我哋同我哋啲观众朋友介绍讲，你喺南期嘅经历，都表示讲你更加住着已经佢太系咪？你哋有北期一定有嘛吼？有。嗰中期有冇？有，而家有南期。东期咯。东区正在发展中。对。咁像安尼，你哋一开始有啲理想，吼，你希望讲带向安尼的 maker 嘅教育，我哋嘅生意咧，但是。一直要考场咯，唔係輕容嘅安排。我想我哋觀眾朋友佢想提講，像我哋每個教育都係係用我哋教我哋生意一步一步嘅去做出來嘅東西。你一開始你哋考場嘅安排係用嘅。我先从我们的组织大概简介一下好了。我们 Hello Maker 的话，它成立5年了。那其实一开始是只有北区。那我的话，我其实是在2年前回来的时候，我从上海回来，然后加入 Hello Maker。那加入之后，我们让你猜猜看，我们 Hello Maker 现在总共有多少人？上共我有北区啦、吼中区啦、南区，也有东区嘅。上應該我有20-30萬人吧。其实我们 Hello Maker 只有11个人，跟你一起差不多2个人，2个半人。我们现在主要是在北区跟南区，然后大概就是各半。对，然后中区的话是我们这个学期，因为有一些业务开始，中区那边也开始，所以我们又分职了一个老师过去开始开拓。对，那其实我们这个虽然说人少啦，但是就像我之前讲的，海贼王的团队里面，每个人他都有他自己的。然后当这一些人他们的目标相同的时候，其实可以产生很大的能量。我年我的海贼王也是一路方是读到冇咁樣嘅朋友呢，其實嘛係啦，像你可能係我哋嘅羅賓，我哋2年班能入來嘅啲團體，咁我想我哋啲觀眾朋友應該嘛佢想提講，譬如我哋喺台北或者南部，唔係很容易推安尼考察，喺團學校合作咯，還是講我哋另外一波面安尼嘅地方咯？这个部分其实南北就不太一样了，因为像北区的话，它的本身市场就比较多元，然后呢，北区开始做这一块，就是机器人这一块的话也比较早，所以他们的市场算是发展的蛮成熟。那在北区这一块的话，我们也是有跟学校合作，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是把学生拉出来，比如说以家教班或者是以共学团的方式，像最近有蛮多共学团都会找我们，或者是像活动，我们也会接一些公司专门的 case 或者是政府单位的 case。那南部的话，因为毕竟机器人的市场比较保守一点，所以我们大部分的话就是以学校开始合作。那也很感谢这些老师们就是给我们机会。不过当初我们来到南部的机缘其实很神奇，对，那是因为在2015年的时候，有一次绿茶接到一个电话。那就有学校邀约他说，我们南部有要成立一个，也是算是像 Maker 这样子的中职教师培训，你可不可以来帮我们上课？对，那因为那个时候呢，其实就是路途很远，然后南北其实也蛮辛苦的。但是绿茶那时候就秉持了一个，听起来好像很好玩，他就来了。对，那他来了之后才发现，他其实是来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在场全部都是学校老师，有60几个。对，然后他想说，好，那没有关系，他就是发挥所长，把他平常玩的心得，还有把他平常在做的事情，还有我怎么去把这些东西整合起来，他就分享给在座的老师，没想到大受好评。那所以从那一年开始，我们就是负责南部的中职教师培训，然后他们其实绿茶就带他们做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像前几年有一个主题是做潜水艇。
是真的可以潜到水里去的那种潜水艇。对，然后一般的话，其实不太会想说，为什么我们教师培训要来做一个潜水艇，是一个学校一台哦，对，很酷。对，那就像这些东西，反而我觉得在南部，反而我觉得这种东西的话，获得很好的回响，因为就是我们有很好的环境，很好的什么，你什么都可以测，对，所以这也是蛮神奇的一个起源。可是能睇南部今日来讲嘅话，如还是用线上嘅培训也为课程为主，係咪？咁新年嘅部分咯。我们一开始是从教师培训开始，那当然，因为南部也想发展这一块，所以说我们就进阶变成是往学生这一块走。那以学生来讲的话，我们其实现在常态的课程它就有分成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像我前面讲的，就是在知识库的建立，还有就是训练孩子你怎么把一些收集到的资讯把它慢慢系统化。那换句话说，就是有点在训练他的思考方式，如果是举例的话，比如说，我今天有2袋衣服，对，那我今天可能学生刚开始的时候，他还不会整理跟思考的时候，他可能就是这2袋，就像他收到2袋新的衣服一样，他就如果通通把它摊在床上，那你就看到一片很乱的衣服。对，但是如果这时候有老师的引导，那你就知道哦，我冬天的衣服放这，我夏天的衣服放这，或是我的长裤短裤怎么分，那慢慢的它就会变成你有系统跟规划下去之后呢，它就会变成一个衣柜，甚至于这个衣柜会变成很好用的衣柜，像这个样子。因为其实也幾重要，你講我哋每班睇學嘅幾多東西哦，幾以後都唔點樣為真。我哋從頭講老師講到要寫筆記哦，可是我哋反抗我哋筆記，國文團嘅數學全部寫強下啦，數學係為咗寫英文。佢變成講我哋啲筆記好似我哋日記咁嘅，但是唔同到呢邊嘛，講我哋規劃一點，你講唔得先教生人用去幫我哋啲資料。好，一啲分類，咁從我哋嘅方法啦，譬如講我哋講下課程，唔得很容易搞生意嘅呀。像这些东西的话，比如说，在以1、2年级来讲好了，我们从1、2年级开始，我们有一套课程是叫做动力机械。那我们会先挑主题，我们先从主题切入，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主题，像投石机或这些东西，或是风车这些东西。那我们先从主题的方式去带入，第一个先让你认识它。认识它之后呢，我们可能会从里面讲一些原理，比如说投石机它有用到哪些原理，风车它有用到哪些原理，慢慢先让你知道它是什么。那这些就是资料库的建立。然后接下来等到它3、4年级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些原理开始拿来应用。比如说投石机，好，我一开始的时候做的是一台简单手动的投石机，可是到了3、4年级，如果我希望做一个很厉害的投石机，我可以怎么办？除了原理的应用之外，我还要再加上一些什么？那这样子慢慢的，孩子的思考方式跟着你，然后你带着他怎么样去思考，怎么样去应变，从基础的开始，然后到慢慢的你要会改装，从一开始可能只是放小人、插小花，然后到后来你个投石机性能越来越优越了。对，那像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我们陪他，然后我们带着他的思考方式，那这个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的教學方法。嗰個學習話好嘛，可以用教嘅嚟學到嗰度東西。休息一下，我哋下嘅 Vivi 等下嚟可以喺慢慢度記起你嘅睇比賽哦。翻過來復起來嘅上一堂節目，我哋嘅來賓 Vivi 同我哋講用教嘅嘛可以學習到幾多嘅科學原理。Vivi 我請問一下，你頭先講嘅投石機啊，啊幾多數學嘅嘢台，係咪都講你頭先講嘅體計等下等學嘅投石機，因為啊佢可能都簡單嘅一啲槓桿嘅原理嘛，嚇，咁數學嘅咯，係咪進一步嘅嗰種投石機嘅原理啊？唔可能佢複雜無幾台啊？但是過後搞用。對，簡單來講好了，那個其實是我們的動力機械的第1節課。對，那在那一節課，它跟剛剛主持人講的一樣，它用到的原理就是那個槓桿原理沒有錯，非常正確。對，然後我們一開始呢，我們先會帶孩子做那個東西，然後做好之後，學習完基礎原理之後，接下來就讓他開始去嘗試。因為槓桿原理的話，它的使用上，它在生活上也使用很多。那它有分省力槓桿跟費力槓桿。
那我们就会做这样子主持人手上的那一个模组，然后让孩子去试试看，到底怎么样叫做省力杠杆，怎么样叫做费力杠杆。那我手上这一台呢，其实就是进阶版的了。那你会看到它其实它也是投石机，然后呢，它也有用到杠杆原理。它杠杆原理的部分，它是在中间这一块。我先示范一下，它这个动的方式是这样。这样子弹射出去，对。那但是呢，它除了杠杆原理之外，因为比较进阶了嘛，我们就会开始跟孩子讨论说，那如果我今天希望能够有一台威力强大的投石机，那可以怎么办？对，那我们就会想说，那是不是可以借助别的力量？那或许我加了橡皮筋之后，使用了弹力，然后呢，加上一些卡榫，让它看起来更精细。那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其实孩子已经具备了基础的概念之后，他再加上应用，他其实印象会更深刻，而且重点是更好玩。像因为各位观众朋友，像遐杠杆原理吼，其实各种你要提防表无共样吧，其实你理的吼，迄无共样的，像头头有讲省力的啦，吼，无如讲唔省力的啦，唔中国后波的话，可能都不用省力一些。咁其实我看遐东西，我想讲，我哋喺石器时代用的，因为你天用嘢去送啊嘛哈，像我给一路有橡皮圈在上面做额外的动力的一个辅助，而且嘛有你的开关，好，set 停绑的时间，好拿来发射，像。差不多一种眼神，那开始会做安尼一个玩具啊。其实如果说假设以我们的设定，1年级刚开始的时候接触到那一台，这台大概2年级就可以完成。如果讲你眼神的时候，就可以讲，对，他就可以开始跟老师讨论说，我怎么样让它变得更好，或者是我想要把它加强它的威力，我可以怎么做？那当然过程当中，老师呢其实会从像在一开始的时候，从带领的角色，其实老师的角色会慢慢开始退，然后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其实孩子会慢慢学习，他从一开始带领你，到后来他开始能力有了之后，他可以开始独当一面，到后来他甚至于可以跟你讨论一些更多的东西。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我们想要做的。佢哋的有的知识库里边就可以慢慢的搞一讲，用一把的知识库做组合，你从头到拿书方拿的，你可能唔单止係杠杆原理，以外有嗰種額外的動力的東西。那第三個就講，最慢你都推到一個輔導的一個角色，用一定自己去做一定自己想做的東西。咁從介紹嘅可能講風茶，而係用乜個原理嚟做啊？这个东西的话呢，其实也是我们初阶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它其实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机械概念，叫做齿轮比。那比如说，好，我现在翻过来，我们的风车后面有2个齿轮，一个大的，对，一个大的，一个小的。那我如果先把我的把手装在小齿轮上面，然后我现在来转，然后风车呢就是这样子慢慢转，慢慢转。可是如果说我今天把我的把手换过来，我换到大齿轮，现在变成大齿轮接小齿轮哦。那这时候我的风车会有什么不同的影响？我的风车的速度就可以快很多。那我们透过这样子的实验跟设计呢，其实让孩子他更能够感受什么叫做齿轮比，甚至于齿轮它的功能，实际上除了在于传动力量之外，它还能改变速度。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对孩子来说，他印象会更深刻。像我哋普罗佩朗的万岁可能就有高高，但是我哋没有现场同讲讲，嗰种你用小齿轮吼，其实唔装咧强啊吼，同个普罗佩拉装咧强系共样的。但是你用大齿轮的时间，你可能咱装一时的，个普罗佩拉都装得过硬，都装得过强啊吼。佢其实喺度齿轮比喺度讲嘢，可是你看我哋以前会搞，但是我唔知伊係原理如乜嘅。其實一種東西從我哋去腳踏車時間，我哋個變速嘅嗰種原理係完全共樣嘅啦。但是我哋都提講，我哋轉一檔很好，但是我哋唔提講，其實伊係都係一種齒輪的嗰種牙嘅絲毛共樣嘅一種方法。那像你這樣子用搞的那個方法去本身人去了解我哋呢科學嘅原理，咁細人嘅接觸度應該不能用嘅。其實應該說。玩這件事情是所有小朋友的最愛，那但是呢，我們除了玩之外，當然趣味性很重要，對。但是除了玩之外，我們會讓他怎麼樣玩得更好。那其實，孩子他為什麼喜歡玩，就是因為他喜歡贏。那如果說今天老師可以給他一些算是小秘方或者是小技巧，讓他能夠，比如說讓他的風車轉得更快，或者讓他的風車更酷炫，那其實這會成為一個很強的誘因，讓孩子願意主動去學習。到後來我們甚至於有一些比較高階的班，是孩子追着你問問題，他說老師我想要怎麼改，那我可以怎麼做？因為我一定要贏隔壁那個人啊，對，就會變成這樣，等於是他的主動性就會慢慢被帶起來。然後另外的話，如果你還可以丟給他適當的工具，他就會開始練習
习怎么去找到资讯。然后，因为其实坦白说，我们不可能陪他一辈子。对，那在这样子短短的时间之内，我们怎么带给他那样的能力，可以陪他一辈子？这个会是我们很重视的。迄种人喺教嘅歌唱地方，可能其實頭已經講了後輩都講，我一定是用聲音咧，上去養、上去教嗰種心理，俾佢哋學嗰度東西。最尾你可以講，那唔知教可以尋資料喎，吼，你知教可以尋解決嘅方法喎，咁你尋到嘅，我哋做線上嘅人，能哋夾到能講，安尼係咪個好？吼，唔好講像我哋以前都講，老師同講，你行呢一條路，你樣嚟做，其實安尼嗰種一開始係個夾啦，但是後來他。聲音你講你彈線上你好呀，馬你線上嘅聽到，但是人嗰本聲音你要學習，嚇。咁像其實我啲人講，人有一啲樣咯，廢柴機器人大賽，如廢柴嘅機器人嘅大賽。即係你講，人到一個聲音我一樣啊，總話你講廢柴咯，廢柴唔係講嗰種廢氣嘅嗰種樹木啊，嗰種廢柴啊，總可以按到安尼樣咯。這個其實有2個原因，那其中一個比較私心一點的原因，就是廢柴機器人，它其實算是一個國際間很有名的比賽。廢柴這2個字來自於香港，就是意思就是沒有用的東西。對啊，沒有用的東西啊。那但是呢，它很好玩，為什麼？我們希望能夠讓更多的人來接觸。比如說，我今天就算我手邊沒有這麼高科技的東西，沒有這麼多的資源，但是我有那樣子好的想法，我也可以來做。然後這個比賽那個廢柴機器人，它的原本設計的宗旨也就是這樣，我們想要就是反其道而行，我要把機器人這個比賽的門檻把它完全打破，然後呢，讓更多的人可以來參與，等於是說，只要你有想法，只要你想參加，你就可以來。然後這樣子其實也是另外一方面來說，也是建立了一個很好的平台，因為有些孩子他可能資源不是這麼夠，他沒有辦法去參加一些一般就是真正比較正規的機器人比賽，但是他可以來，而且在這個過程當中變得是輸贏不是最重要的，因為像我們比賽會場其實是很歡樂的，大家都是看到那個機器人每一台機器人出來的話，大家都是在比笑聲的那一種，那等於是說在場上的你的緊張感或是火藥味就會沒有，變成是我覺得回歸到最原始，就是它這個東西，它就是帶給大家一個樂趣的東西。其實真係幾重要啦，因為我哋免不上個比賽啊，人家比賽吼，他人都一比一戰呢。譬如講，你法規度前一送聲音呢，好嘛個機器人的程式下程式啦，吼，冇都買嗰種幾高級嘅東西，本聲音嚟做機器人。但是我哋可能記唔得，我哋當初一開始我哋做機器人最主要嘅目的係乜個東西？嗰種像也廢柴機器人大賽，其實伊最主要都希望講，我哋嘅聲音聽也有想法，聽人哋做出來。第三呢，好高。好，咁馬上到門檻，同樣嘅機器人都係唔接觸嘅。其實廢柴機器人它有一個很特別的規定，就是它禁止高科技進入。比如說像我們以最簡單的，你不可以寫程式。不可以寫程式，對，你完全不可以寫程式。我可以參加了，我不會寫程式。再來，你比如說你今天可以遙控，可是如果你是藍牙無線遙控，那也是太高科技，那也不行。對，你可以用線控。所以我們有些孩子很好玩，他就回去挖他的玩具箱，然後可能挖到那種箱底那種破破的遙控車，然後在上面貼上一個紙盒，然後做裝飾，貼上他的臉，他就出來比賽了。對，那像這樣子，你其實在場上就會看到很多很多孩子他自己的想法，然後你就會覺得真的太有趣了。他也要限制唔係用最高嘅科技，唔好用最高嘅科技。但是相反呢，你希望講我能可能用最原始嘅嗰種方法，用線控嘅啦，唔可以用遙控嘅，用嗰種方法。但是你要把一件事情做好啲。那種也比賽地方有嗰個印象幾深嘅冇？你講你咪咁個幾好搞嘅經驗冇？我們有一個是他是在屏東一個在地的藝術家，他做了一個是完全沒有動力裝置的，他做了一台車，他是用啤酒罐做的車，然後它的動力來源是磁鐵。那所以是說，他手上就拿着一個磁鐵棒，然後在車子前面吸引他，然後車子就會左移右移。分享耶！他就用這個方式去控制他的車子，等於是說而且磁鐵有時候感應不是很好嘛，你就會發現他很忙碌在那邊，左吸吸右吸吸，對，然後這邊的是他的對手也會覺得傻眼，然後就覺得很好玩。等於是說，他的車子很簡單，而且完全沒有任何機械的結構，但是他的車子只要一上場，大家都非常的歡樂。
可是但是至少用了一个原理啊，磁力的原理，所以以味道要操控也方向，也要做节奏。可是其实吼，好教一件事情，係我哋學識啲最重要嘅一個目標。可是休息下，我哋下我哋微微吧，嗰度個精彩嘅東西同人講哦。歡迎過來，福起來！上一堂節目，我哋來賓 Vivi 同人講，有一種嘅機器人大賽，唔係比乜人贏，係比乜人個好教。人家也同人教我哋講，有乜嘅我哋生活地位可以用到東西嘛，可以變成一個好教嘅東西。仲有咧，係我哋平常會用到種草嘅，Vivi 有冇可以種乜東西啊？除了可以收東西以外，有冇可以種乜東西呢？這個東西其實我們有把它設計成一個很可愛的小機器人，它就叫毛刷機器人，就是主持人手上這一隻。那它用到的材料其實也非常簡單，就像我手上這邊有就是刷子，對，那這個的話一般的洗衣刷或者是家裡用不要的洗衣刷都可以。那再來的話還有簡單的電池盒，不用電池的啦，對，然後馬達，你的莫達，對，然後還有一個最重要的這個毛刷機器人呢，它其實最重要的關鍵在於這個東西。也沒弄來的那個棉花棒，對，這個中華最重要咯，又沒高科技，中華最重要咯。對，那這其實我覺得主持人你可以試試看，對，好，等一下。這個東西呢，它當接好了電之後啊，那接下來我們把開關打開，然後開關打開之後，這個東西就會開始轉。嗰種也係棉花棒係也係動力嗎？不是，它的動力其實是在於它的馬達。但是呢，像我們一般知道馬達就是轉嘛，那為什麼我說棉花棒很重要呢？其實當正常的馬達在轉的時候，它是一種平衡的狀態，它會很穩定。那我今天利用棉花棒呢，去破壞它的穩定，讓它可以開始震動。那所以說呢，當它轉了之後，現在改過之後就變成這樣。答變一下講，像我哋呢，嗰種有個原理，如果其實我哋利用我哋那個棉花棒一樣的一胎一些哈，然後的一啲飛的時間會產生一種震動的。它去破壞馬達的重心，讓它變成一種偏心馬達。變成也帶下過嗰度腳哈，其實每一個震動其實就是一個小小的步伐那個樣子，然後表現可以進行可能。各位觀眾朋友看，所以一啲按鍵的東西，按鍵單的東西，一啲種錯誒，好，一啲不用電池誒，下邊囤電池誒，還有我哋的莫達，過一點，我哋明日就看得到棉花棒，啲雜把按嚟咬，好，就變成一啲過一等一下嘅一種機器人。對啊，像這個的話，其實是我自己的學生，最小的話是2歲半到3歲就可以做這個東西。2歲都會教人的東西。對對對，我們會帶他簡單的。2歲教人的東西，而家成就感貴太呢，因為會做出一啲感覺到講，其實我外面買到嗰種按嚟用按嚟原理嘅東西，其實有個貴，但是你看那種東西，媽媽種錯啲名落，係啊都可以用誒。我覺得最大的成就感來自於這個東西他自己做的，而且是他可以動。對，那這些東西其實小朋友帶回去之後，家長也非常驚豔，就是說哈，我的小孩竟然可以。要兩隻啊，吼，應該都可以上大的。對，可以。我們的廢柴機器人也有出現。對啊，上細啦，如果拿來上大啦，講來講去，你幾好講。咁種我哋講種錯嘅機器人好了哈。咁下一點咯，咁種我聲音呢，譬如講有乜嘢，以下一個階段可以學乜呀？那比如說像這個它是一個摩天輪，那它呢就有一些很簡單的程式設計。那一般摩天輪我們也看到它有齒輪，那你說我用剛剛那一種光是齒輪用手轉的可不可以做到？當然可以，對。但是我們怎麼讓它變得更好玩？那這時候我們就會帶入程式的部分。像這台摩天輪呢，我有幫它寫了一個簡單的程式，然後主持人可以試試看它的開關在這邊，然後我們看看這個摩天輪會怎麼樣。哦，嗰個送一下都開始痛啊，係咪？對，而且你還可以再繼續推看。哦，對。哦，一送一都轉一腳呢，哈。是。對，它會跟着你這邊，就像我們真正的摩天輪一樣，你的速度是可以變化的。那我今天在控制的時候，你就可以假設自己是遊樂場的主人，你設置了一個摩天輪，那你今天就是控制這個摩天輪給大家玩，這樣。可是也已經唔係從一個簡單的講橡皮圈啊那方法，都可能都一個單次的一個行動，一個動作。可是你變成加一程式以後，如果跟做，然後佢會根據你自己嘅看到一道攤，好，也可以轉個腳模都轉個嘛。種我相信程式啊，那東西係他可以我很適應的去學的啦，但是不困難。
我相信他讲你讲爱学生呢，哎，你讲能讲，你得学城市人，如果问题的问题讲，我哋唔晓得英文，城市上嘅英文，我哋唔晓得英文，我哋声音英文硬惡，我哋可以學下。其實城市它就像一個工具。那这个工具呢，如果你会使用它，其实你可以做到很多的事，特别在现在，因为很多都慢慢的 AI 世界快到了。那但是我们当然不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就让孩子去写那些很专业的都是英文字的那一种。那像我们的话，就会去寻找适合孩子的，比如说像我们现在使用这个程式，它其实是图控界面。比如说我今天希望这个马达转，那我今天不需要写一大堆程式码，我自然而然就有一个马达的图形，然后呢，你可以去控制它，比如说我的数字怎么变化，我的马力怎么调整，它完全就是一个很适合孩子使用的。然后呢，其实我们团队也会不停的去找这些相关的界面，就是怎么样子能够把程式稀释到孩子懂的语言，让他们能够更好入手。其實所謂嘅程式吼，講簡單意思講，將我哋人同嘅機器中間嘅一啲溝通嘅一啲方式啦，吼，譬如我哋講客話，我哋無論我哋講國語，嗰時人用本機器講，我喺做乜事情呢？如果用程式啊東西來做，但是一般嘅程式呢，係用我哋嘅英文寫啦，吼，佢當中我哋比如可能講，其實有一種界面，哈，這種界面其實後尾還是歸到嘅程式啦，但是伊上面你講莫打，好多嘅莫打圖形，嗰種聲音呢，用我時你哋綁過去，好上面去提家庭講，也莫打，人到那個時間，哈，如果轉一格，人到那個時間轉一格，嗰種從一個方法來講，係咪聲音就開始慢慢的提供，第我可以利用一種界面去。聽講我嘅程式，我嘅機器嘅通作，聽見你變成講，其實也界面冇變得按規定咁樣，因為我以前我哋學程式嘅時候，譬如我哋人才睇嘅學到可能是 basic， 學看到嘅英文真係是，有啲人英文都看唔到，是的吼，你嗰度係全部上英文課，係啊，但是其他聲音嚟利用我哋界面嚟講，變成講程式嘅東西對你來講唔係按困難的事情了。這其實就會變得有一點有趣。怎麼說呢？沒有錯，一開始的時候，孩子看到圖控的界面，他會覺得很好上手。他一方面他也可以看得懂，但是其實如果你想要把程式寫得好，或者是你想要往這條路繼續走，英文坦白說是必備的。然後也不瞞您說，我們確實有很多孩子因為想要寫好程式，所以英文變好的。其實一個重要話，因為將那邊你讀英文，佢就唔想讀，但是家中我讀個英文，我可以幫我機器人做更強、更厲害，我切都一定會讀啊。反正我哋咧程式語言用個講個簡單一些啦，都幾達式的啦，唔會出得更難的事情。但是因為按呢，我可以比我機器人，比我隔壁嗰檔人最有骨架，我切都會學啊。咁從按呢好，我就講 Vivi 老師也我冇會用，咁像我進一步會買個東西。好哦，如果說呢，這個其實是比較程式算是比較初階的部分，因為就是我怎麼寫，然後它會完全按照我預期的東西。但是如果你想要再玩一些更特別的，我們當然還有。對，好，那接下來的話，我來介紹這個。好，這是一隻很可愛的狗狗，然後我先設定一下，好 ，OK。然後呢，等一下主持人你可以跟他互動，然後這個是他的骨頭，我先交給你。對，你可以跟他互動，就是餵他吃骨頭。好，他現在已經站起來了。對，然後呢，我現在可以摸摸他。OK。而家話木時時呢，嗬，各位觀眾朋友，你應該看得到而家話木時時。來，各位 ，Hello。哦，這是他吃東西的聲音。也是東西的聲音，係咪？對，然後吃一吃很開心，會叫兩聲。吃了骨頭以後，一眼就擼白康了。對啊，可以瞄伊嘛？可以啊，你可以摸這邊，摸這裡，對。哦，有的嗰種會跳，你有叫嘅嗰種會跳嘅樣啊。對，摸的時候就會很開心。咁，仲有冇通常喺你的setting入去嘛？對，這個的話，其實為什麼我說它比剛剛那個摩天輪再有趣一點，是因為它的反應其實是隨機的。我把這些資料庫建立之後，我丟進去，但是我並不設定說，比如說我摸它不一定要產生什麼樣的反應，它會從資料庫裡面隨機去抽取它的反應，等於是說你看。哎呦，對，你說不你啊？對，他不想給你摸了，他可能就會做別的事情，或者是他今天想做什麼就會做什麼。對，那這樣子的話，其實會變得是說，它變成比較有趣一點。你買個衝真的叫啦，對，唔係講衝下的程式，
排好讲，米骨头的吼，如果挑毛都面乱用啊，就不会那么冷冰冰。嘿，但是咱的把伊变成一点可能讲随机的一种通种变成，伊都变成各种真实的有脾气的叫的，吼。像人他每一摆哦，像安尼叫的，差不多一度时可以教。如果说我们都从他睡着了，如果我们都从梦一大不了，有时候都会吵呢。不好意思，对，那其实像这个的话，给你猜，你觉得他应该是小学几年级？我们的学生小学几年级可以做得到？差不多应该要3年生吧，3、4年生以上吧。没错，他大概3年级或4年级，他就可以独立完成这但是样子的东西。像安尼的城市会规划伊设计，伊吞头都那种图形界面的城市有空用吗？他们其实这个跟刚刚的摩天轮是使用同一个的程式，然后但是在写法上当然不太一样。那我们当然也不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这么难的东西丢给你，我们也是慢慢的一步一步来，从简单的开始，然后慢慢的越来越复杂，玩的东西越来越多。你会吵王的底线，你管的用，因为有所以诡异的，对，不然会一直睡。那我们的话，其实就跟动力机械一样，我们从简单到复杂，然后透过特别是程式的东西，它很强调逻辑，还有它的想法。那等于是说，我们带孩子从一开始的像刚刚投石机那个，我们叫做结构，就像狗狗的身体，我们叫机器人的身体。到后来等到他开始学了一些数学逻辑的概念之后呢，我们开始带他写程式，我们叫做狗狗的头脑。对，那我们结合了机器人的身体跟它的头脑之后，这样子结合出来才会是一个完整的机器人。然后，但是机器人我们也都是从刚刚说的，我们从基础的资料库建立，然后到慢慢的怎么思考去引导，慢慢的一路这样子上来的。可是像安尼课上按有结构性哦，都按完整。像安尼平常的话，除了上课以外，我哋还没有安尼营队可来参加安尼课上。有，我们其实 Hello Maker 的寒暑假营队向来是一个我们很大的特点。像今年的话，我开了一个叫做积木玩三国的营队，它其实呢就是我把它设定成孩子来体验什么东西，体验三国当时发生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营队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把孩子分成3个国家，或者是依照人数分成不同的国家。那你们在这些国家里面呢，我们除了学习到积木，比如说三国的时候怎么打仗，或者是三国的时候有用到像投石机啊，我要去攻城啊，或者是我要自己用积木做弓箭啊。然后你做了这些东西之后，是真的要请你们的国王带领你们去打仗的。那3个国家之间就会互相这样子互动。然后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其实孩子除了积木之外，我觉得我自己本身更大的体验是，我觉得孩子从里面除了知识性的东西之外，更多学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还有比如说，他们可能一开始会觉得说啊，我为什么要选你当国王？但是到后来之后，我就会跟他们解释说，其实在三国的时候，在那样的背景之下，因为很乱，所以可能王都是突然之间选出来的哦。谁感觉好像一开始的时候比较有能力就是王，但是后期呢，我们也有孩子在营队中间呢，历经了政变。叛乱，重新再投票，选立出新的王，这些其实都是在营队里面一个蛮新奇的感受。可是唔单止好教，嘛好多历史同政治的事情的吼。我哋以前的教育啊，吼，如教我哋讲上课啦、写作业啦、批题目，但是几多研究就讲，也种以前的教育方法唔适合我哋未来的社会嘅。其实未来社会我哋希望嘅係一種新人可以去。獨立的思考，自家去尋資料，自家去解決問題。我哋今日嘅社會 ，Hello Maker，伊就用教嘅方法來教育我哋新人嘅未來生活還有個能力。今日我感謝我哋嘅 Vivi 來到的現場。謝謝主持人，謝謝觀眾朋友。如果說你對 Hello Maker 有興趣的話，歡迎在網絡上尋找 Hello Maker 就可以找到我們嘍。休息好，等下同我哋線上來運動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永軒，又到誒好好運動嘅時間咧哦。今日要教大家係一個全身嘅一個伸展運動哦，吼，請大家嘛係一樣準備一個瑜伽墊，底下安尼嘅運動有草凳咧，還有面道誒，所以底下呢，我準備嘅瑜伽墊，我可以草凳哦，吼，好，準備好誒冇？
好，準備好誒，請嚟通下做運動誒，來實起兩隻手壓高。好，頂誒，做薯片，來做一個延展。好，數過來，再出去，再過來，出去。來做10下無，10下。歸來中間，更加玩幼薯片，一樣做10下哦。我深度的來，好，算10下。歸來中間，手柄下來，好，更加轉嚟另外一片來做全身的一個向前彎腰的動作。好，跳拿，胸骨，慢慢的腰骨、尾骨，好，可能是你的手。可以變開停來下毛，做一個停留。好，再過來尾骨、腰骨，一節一節。好，再慢慢地鬆來，最尾跳拿。好，再來一擺哦。好，跳先下去，慢慢的、輕輕的做，唔會感覺你身體一節一節下去。再變個停來下，做唔到嘅人怕，你變個也偏都好誒，停留體呀，可以人再下去。好，你跳拿，變鬆。好，再一節一節過來，尾骨、腰骨、胸骨。我再將緊跳拿最尾再過來。好，更加嚟做開的動作，好，腳趾條開蹲，好，吸氣，兩隻手看上面，兩隻手壓上來，好，再放上去，兩手看上面，慢慢地下來。摕後背梳子來做一個腳扣的動作，我師傅要坐下來哦，冇翹風來，來做停留。好，歸中間。好，再一次慢慢地放起來，
眼睛看上面，用隻手下來，師傅坐下來，手翹胸來，翹起來。慢慢地鼓來，仰背，鼻中間。好，等下，俺那做的是針對俺那的手，還有背囊，還有那師傅的一個加強的一個肌力的動作哈。也動作有一些些難，唔怕慢慢地來做哈。一樣哦，同先生同下，好開輪。兩隻腳切條開到，一樣哦，數把掌一條，好，張開來，好，我腳先來用左腳伸出去，好，感覺個問題的時間，好，拿來慢慢的伸出去，壓上來，好，我感覺開始會好個旋轉，好，再可以放，按下來變數。用嘅右手，好，左腳右手，好嚟做停留。1、2、3、4、5、6、7、8、9、10，好，再慢慢地變下來。好，觀眾朋友，如果唔做唔到，好，伸出去嘅手唔怕哦，按嚟做腳都可以。好，你看你嘅自家能力咯，好看，按嚟都可以，你做停留。好了，強化你嘅臀大肌。好啊，你覺得你可以，按嚟都來變數。好，按嚟來彎片咯。好，更加左腳伸出去。好，感覺個問題呢？前後嘅中心，好，來壓個做數來1、2、3、4、5、6、7、8、9、10，好，再慢慢地變下來。好，做一個熟悉的動作，做一個延展，把自己身體熟悉一下。好，仰背向來。好，觀眾朋友，能再來一擺哦。一樣哦，同先生同下，好，開輪兩隻。腳切條開到，好，準備好誒，左腳伸出去，好，感覺好個問題呢？你左腳好，壓上來，好可以呢，來變數誒哦，來變係右數，好控制好哦，1、2、3、4。5、6、7、8、9、10，好，再慢慢地數過來。好，更加來彎片呢，中型啊，好，變誒你嘅左片，好，更加你左片嘅中型來慢慢地右腳，好，壓上來。中型伊個左片的哦，控制好冇油分崩哦。好，可以呢。下來，變嘅左數1、2、3、4、5、6、7、8、9、10，下過來。好，來做一個舒緩的動作。
慢慢的仰背，鼓来。好，鼓来。好，咱来做一个调整呼吸的动作，吸气，调气，好，吸气，调气，吸气，调气。今日的动作记得了吗？好，慢慢的练习，相信你自己可以做得到哦。好好运动，俺能下次再来了。